羅馬書3:23節咁樣講到呢見節，因為到攏眾人要做落罪惡嘅方面，冇喺上帝嘅功用。嗱，上帝嘅裏面攏眾人都在罪惡嘅方面，跌落罪惡嘅方面，上帝嘅功用冇喺出席嘅人嚟跌。嗱，透過嘛計時間得到啦，透過呢個羅馬3:22節樣講到，上帝嘅真理對於自己嘅信心，對耶穌基督。本攏眾人相信其實得到義人，冇分別而賣人如何，而係你信心對耶穌基督上帝嘅真理要在你心中，而唔係得到處罰。羅馬書3:24節有人講到，透過上帝嘅恩典，即刻得到義人，即刻啪啪得到義人，啪啪得到上帝屬即家。在耶穌基督內中，在耶穌基督屬了切家，切家唔是去做，切家唔是去吃，切家唔是人乜人，而係個心理相信，切家求你信任，耶穌基督啪啪本切家得結咗了，佢死在十字架，出嚟為了人類嘅罪惡嘅方面，萬人要相信對佢心中你哋相信信任對佢係一個叫做上帝嘅真理，講切家就係。唔為電腦處罰，而為到上帝嘅真理，所以透過自己嘅信心，對於耶穌基督，阿門。